2025年是全冠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焕新之年。当乔迁大计的红绸落下，新厂区的每一寸空间都见证着我们从制造到制造的跨越。新址、新颜、新气象，这一切变化的背后，是我们始终坚守的那份匠心。全新的舞台已经照亮，站在2025年与2026年的交汇点上，我们回首过去，看到的是无数双手共同绘就的奋斗途径。展望未来，心中升腾起的是对崭新开端的无限憧憬。2026年，我们将在这个全新的起点上，以更精湛的工艺雕琢每一件作品，以更团结的精神迎接每一个挑战，以更开放的胸怀拥抱每一次机遇。感恩所有同仁的信任与同行，让我们在变革的浪潮中稳步向前。前路已明，未来可期，我们将携手创造更多值得铭记的时刻。祝大